下就平来关心基隆市的消息。基隆市正面渔港对面这个公车亭、公车牌啊，即嘛真水，暗时佫有点电火，有真个乡亲全去翕相登卡。其实这是配合基隆市政府的企业任用的政策。有乡亲表示讲，新造型的公车亭比较早好看嘛，加正舒适。是讲有议员表示讲，应该加甲这个居民沟通，才会当表现出在地特色。针对这点呢，市政府回应讲，未来又搁较侪企业甲因合作，希望讲这个公车亭会当变成基隆市的新地标。听北的湿水，中国热狗堡的空胖，佮加上感觉是会做起，后壁只写点餐含提餐点，无真正看叫是来到美食餐厅，其实这是公车站。到暗时夜点电火，可搞气氛。有民众伫咧边车普奔，副市长邱培林嘛来闹火，欢迎大家来遮拍卡。正滨渔港对面的公车站由台铁公司认享，打造热狗堡公车站，企业认养的够多。后壁写大大字的信号标，铺设色调的公车站，看起来真有科技感。所在真快，和民众伫咧等车真舒适。我觉得都不错啊，相比以前那个旧的还要舒适。基隆市新五路公车站由关大金行认享，整修后确实变得真水，不过道议员讲看不出基隆的特色。针对于地方，应该针对不同特色的一个问题跟方向，我们进行更多的一个讨论，结合地方居民的一个意见，才可以符合地方居民真正希望的一个后车空间。副市长邱培林回应，公车初步预算改建，所以鼓励领用征收。但员工电费收工的问题会搁再改善，经费报告交予企业领享。基隆市公车站未来会更有特色，成做城市一大特点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